文化部第2022年照文化资产保存法，甲陶水师苏清良、李清海，佮有展览师齐明和登录做重要的文化资产技术保存者。今仔日文化部颁发证书，嘛有办展览，要互大家了解这三个人间国宝伫传统建筑和古迹的贡献。 现场演唱南管曲调的，就是咱的人间国宝李清海。伊毋若够唱南管，伫咧传统建筑的领域做陶水的技术，佫是一等一的。经过伊的手路做出来，即线条掠甲顺佫优美。伊讲安尼，万项代志才会顺顺利利，厝才会水。李清海1941年伫金门出世，今年82岁，做陶水60多档，坚持古法。伊成维护过侪古迹，嘛甲伊的功夫传予下一代。 李清海获文化部登录做重要文化资产陶水技术收藏保存者，11月20日由文化部长亲身颁发认定证书。我会将我一生中所学到、所做过，这个物件，我会全部来传承落去。 同一日，也有2位受颁证书的人间国宝，分别是陶水技术收藏的保存者苏清良，和展览技术的保存者齐明和。使人感觉遗憾的是，这2位保存者伫今年过身，无法度亲身参与盛会，该由因的家属总代表接受证书。伊一定嘛对我讲，做完袂要紧，一步一步做好，做好咱更毋通搁改，慢慢啊去体悟，原来这句话是阮古籍界 的精髓，嘛是所谓的“慢工出细活”。这句话也一直牢牢地记在我的心中。苏清良和许明和师傅虽然离我们而去，其精神与匠心依然照料着后者的道路。他们的精神也将透过他们的后继者、他们的作品，以及所有珍视这些传统匠艺的人们，活在大家的心目当中。 文化资产的研究、保存甲传承是甲时间走相续的文化工程。部长苏特表示，这拢是文化部非常重要的使命。为着要让民众有机会欣赏到这3位人间国宝的功夫，到明年2月19为止，伫台中文化资产园区有办特展。记者卢尚祖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